台铁局伫半暝已经开放双十连假的车票会当订票，目前已经订超过21万张。不过，这火车驾驶产业工会已经对司机员发出动员令，讲要发起中秋和双十节，拢要依法休困，无必加班。已经有超过8成司机员连署咯。工会表示，讲这台铁互政治介入变做公司化，政府敢若看到这台铁的土地甲资产，却无顾到安全改革，也无重视司机人员人无够的问题，要依法伫咧劳基假，要依照着劳基假伫这2天要休困。8月下晡，台北火车头大厅旅客袂少，听到台铁司机员为着甲资方谈判，可能伫中秋节、甲双十节依法休假来争取权益，大部分的旅客拢表示支持。对旅客来说是当然不太方便，不过站在人权跟员工权益方面，我是支持的。我是支持他们可以表达他们的诉求啦，对啊，因为其实可是中秋节罢工哦，对，那就是对啊，真的是会旅客很不方便啦。由台铁司机员组的全国火车驾驶产业工会，伫初7发动员联合会员，批评台铁软正交通部无信用，政府急外，为了依护工课场的安全，会使用劳基法的劳权。伫中秋甲双十，要依法休困，袂加班。工会认为讲，因敢若看到公司化了后，重点拢伫台铁的资产甲土地，并无要义安全的问题。亲像司机员反映新买的列车运转的问题，却无得到具体回应。而且司机员的骹手无够。即马拜六拢爱出勤，休困日减领加班费，加班费领甲上紧绷，都搁互换做是补休困。毋过因为骹手无够，补休困是看有食无。台铁企业工会表示，目前知影发起联署的司机员已经超过8成，会甲因消停到底。在执法其他过程当中，整个权益保障要点。他们写的透心减免，这也是事实啊。他们的团结度相当高啊，如果要联署，一定会几乎达到100%。我现在还是努力协调化解中呢，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目标，也是能够维护所有大众的权益。台铁回应讲，因为涉及员工权益的条文纳入处罚，拢要经过行政程序，会持续打拼，化解意见无同的所在，以莫影响廉价疏运为上大的目标。今日交通部表示，已经有车处长吴湘林甲工会积极沟通当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